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面册。农业的卖种专业林北好油，这个版主林如虹指控一连串进口人的争议，随后讲伊互恐吓。农业部长陈吉仲嘛因此来落台。即摆案情逆转，是林如虹自导自演，引发着各界的批评。财经专家谢金河的猜测，讲伫个进口人的风波了后，中国后一个认知作战的对象，真有可能就是经济部长王美花。讲中国会用 X 法，把这个王美花车落台。王美花是来回应讲，伊个人是小事，维护台湾的民主较重要。来到地方伊被选的经济部长王美花，感觉已经成做对方认知作战的目标。财经专家谢金河讲，为去年晶片战争开始，台积电去美国投资工作比积电，搁到台湾欠电，造成能源风波。王美花部长拢徛点伫咧前线，即马认知作战后一个目标，可能用 X 法引导王美花部长。我已经是40几年的公务员了，我个人的事小，但是台湾维护台湾的民主。这个是比较重要的。王美花讲到真轻松，不过中国敢有可能影响国内选举、国安局安尼讲。那我们不排除像中共可能会在选举过程当中，透过一些政治议题的操作，来对台湾的选民进行一些认知作战的操作。中共也有在跟台湾的一些公关公司在进行一些民调。那这些民调发布也有可能会对于台湾选举过程当中产生一些影响。农业卖种业版主林北好友的林如虹，红压了家己的搬戏。其咱台湾人对有心人士认知作战是介烦恼。即马民进党立委蔡依夫就伫咧面前骂林如虹，2020年加入民进党，2018年要去云林县政府提长教服务。对这件代志，林如虹是伫咧面前普文界激动起，爱蔡依夫提出证据出来，唔通拢改挖乌。为什么很多人到你的身边去的话，就变成了一肚子坏水？这种自私的家主，我在这边还是要公开呼吁，他们应该要退出政坛。进口这些坏蛋。混蛋的这些事情，他的评论并没有错，这个是两件事情，你不能因人废言。呼吁民进党唔通转移焦点，盲目农业政策欠点的所在，即马进口技能经济牵拖压力啊，对台湾的认知作战，毛大家拢料想未到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